年的轮培东兴国小的家长会组织一个志工团到学校来服务。有的家长伫咧图书馆协助照行册，有的家长为学生来讲故事，要陪伴学生做伙成长。志工爸爸伫台顶讲故事，配合身体动作来增加故事内容的趣味性。我们今天上的就那个小野鸭，那个达特。 对，让小朋友去有一些感受，我觉得对小朋友帮助很大，因为他们有时候平常一直不断的上课嘛，我们可以用一点小故事，可以让他放松心情。轮培乡东兴国小有做志工老师服务团，有的志工会为学生讲故事，有的是伫图书馆帮助来借册同学。我觉得很好，因为他们帮我们服务借书、还书。 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好。学校有家长志工热心服务来照顾学生，嘛做会参加学校的活动课程，嘛当互囡仔伫学校的学习变较多元和热闹。